台南全台首玉關，這個城隍廟邊啊有一張老青啊，今日透早無張無弛，這樹啊全倒去，樹身規倒落了後呢，這樹骹的石碑甲五營厝攏地歹去咯。廟方講啊，2個月前其實就通報老樹破病狀況，攏無人來處理，好加在這個意外無造成任何人着傷。監視器畫面，互人看甲真驚。透早5點48分，廟方這張4、5層樓高的老青啊，無張無弛，規張倒去，規個塗刷硬硬飛。好加在當時天拄光，無人含車經過。毋過原本咧樹仔骹的紅島啊，當場地歹去。這場意外就發生咧台南全台首一關城隍廟的臨時刑台邊啊，響響蹦甲真大聲，互住咧附近的廟方人員分明中帶一條，趕緊來廟來看。帶一條，好就無誒。啊，我唔知咧，聖誕啊，100多檔啊。哦，啊，哥即擺無法度啊，無法度。我嘛講今仔做迄個城隍生日吼，啊你無記得處理吼，即個大人要對拼，啊關鍵處理我一早就開始，然後6點我就開始。這張倒去的青啊，樹齡超過1甲子，倒落去的力弄甲真大，唔那甲有強架回石碑弄歹去，連邊啊5營的厝頂嘛害去。廟方較無奈的是，初5拄好是主神城隍爺的聖誕，原定透早要大邊啊舉辦祝壽慶典，即馬大樹倒去，地書行程前着。廟方講進前就發覺這樹啊掉病，最近閣上大雨，樹根擋袂了，才安尼生。人家來看啊，可是他都一直拖就。哦，所以後來已經2個多月都沒來。哦，所以才導致說他可能就撐不住了這樣。我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病啊，只是就要請人家來看。這2、3天，最大的雨勢應該是比較，我們判斷是已經過去了哈。中間當然還是會有短暫陣雨、雷雨等等，或特別是山區可能會有這個短延時的這個雨勢哈，比較長的雨勢會出現。加在這回無人受傷，臨時廟體嘛平安無代。另外氣象署講，刷落來初7甲初9這2天，雨勢會較明顯，中南部地區民眾愛特別提懸警覺。後禮拜2至拜4，部分地區嘛有落大雨的機會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